面对美国政府祭出高关税，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包括书记长林彦竹、议员罗坤福、蔡宗豪、甲柯志春，嘛特别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伫年假期间拢无作为。伫台湾经济产业面临高关税，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要求政府应该提出政策，你唔是爱百姓安心啊困。我们政府应该主动的出击，那结果没有，还在搞毛巾操、跳毛巾操的音乐会，然后还问说，萧美琴还问论比里面包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包人民的眼泪。全台湾人民的眼泪，到底你总统这些高官你看到了吗？我们政府有没有政策？有没有办法？总是袂使讲符合美国人要甲咱欺负，愈甲咱欺负，啊，咱愈奉承，靠人安尼。所以我希望民进党不要老是大罢免，把真正的时间。精神要用在怎么样去处理现在股市的问题啦。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虽然这个决定在目前看起来势在必行，但是让人家诟病的就是说，政策背后依旧看不到一个面对这个高关税有任何的中长期的战略布局。我想这个特别预算赶快来补助，花人民的纳税钱。的确是需要在这个时间对台湾的企业伸出援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是一个针对国家面对这样的挑战的中期跟长期的一个国家策略。美国的总统川普高关税，台湾的总统赖总统带头税，全民就心脆。让我们看到内政外患，从一连串下来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大罢免，我们在全力斗争。是在内政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执政的团队，民进党执政的团队，整个在为人民的经济谋福利，整个能够稳定内政，能够来抗衡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高关税。美国高关税引发世界各国的愤怒甲忧心，除了看到各国的官员紧急动员，找出应用的对策，现场嘛有国民党少年参选人李佳龙甲柯震豪代表少年人来发声。呼吁政府应该中央地方团结一致来对外，唔通搁再继续操弄意识的形态，沉沦伫政治的斗争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